来刷落来，新任的行政院长就是杜英泰。杜英泰伫早起的谈话，特别来引用到台湾的电视剧《华丽客停车行》内底的台词，讲只要这个车向前跑，就会当来解决掉任何的困难。杜英泰讲，只要坚定徛伫正确的路顶，人民就会甲大家徛做伙。最近有一部台剧《华丽计程车行》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受很深：车子往前跑，就能解决任何的困难。前行政长杜英泰上任前这段发言，特别用台剧台词，背后有些真切的意思。人生哪有永远的直路？沿途看看弯路的风景也不错啊。掌握方向盘的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吗？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当过司机，那我可能永远都无法体会那些司机的人生智慧。会东来大孙兄正做专门的分享，杜英泰引用的台剧《华丽客停车行》故事背景拄当9日大地汤，佮发生 SARS 疫情。不过，戏剧内底查甫主角嘛是爱继续走，套用在现主时两化紧张，爱带领各部会甲韩多路胖案。只要我们胸怀着热爱土地的心，坚定站在正确对的路上，人民就会跟我们站在一起。国家前进的列车也会勇往向前。其实政治人物公开演说引用戏剧台词，唔是第一派。2009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，当时国内金融危机、经济大衰退，奥巴马就职典礼就引用歌舞戏剧片，摇摆6时代经典歌词。Starting today, we must pick ourselves up, dust ourselves off, 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America. 局势不安，美国党重新起起，就亲像热情中的新锐哥化解朝小野大行政困境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